在地自主健康继续来看到马祖乱桥只是要出流浪，会当讲是有史以来头一届。白沙屯马祖最近绕境，结果乱桥强强入去到中华分园的文德国小内底，搁再扛起一个出流浪的顶面，互信徒感觉足特别，拢徛伫咧出流浪的坎仔，和乱桥做伙翕相。乱桥小叫困了，搁真是出流浪为顶面出落来，嘛互在场的民众拢看甲嘴啊开。白沙屯马祖乱桥进入中华分园文德国校来到运动场，信徒敢讲马祖要出啊！人员小心，人员小心！结果真正无毋对，马祖乱桥真正爬到厝顶悬，然后钢桥的桥板真细腻，将桥来摄像，互乱桥停伫咧厝顶悬，民众拢感觉真趣味。马祖要出啊，真正是头一遍听到，信徒是又搁惊又搁欢喜，趁着乱桥停落来，特别徛起咧楼梯，欢喜来做伙翕相。刷落来是重头戏，准备要出啊。正南合力行伫头前的拍饼将桥扛起来，伫边的负责抓好条，后壁搁对着人经典的一幕马祖乱桥出啊。应该有溜友保佑吧？怎么说？想说他加持过。像来溜滑梯耍安尼嘛是讲为着要保庇着咱这学子，大家伫遮读册平安，啊，搁来遮佚佗的一寡较细汉的囡仔，大家拢会当较好游戏。分园乡山顶的文德国校全学校的学生敢若有94人，属于偏远的小学，是一间特色学校，苗栗通宵白沙屯马祖旧年7月分灵到南投市。今年利用国庆连假，自11日开始，连续3天到南投市内咧踅景，经过分园，竟然踅入去学校。当时学校内底有社区的片仔班咧上课，小朋友实在是真欢喜，信徒搁较欢喜，笑讲马祖娘娘嘛是真有孝女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